喺2025年嘅今日，你係咪仲係用緊傳統紙卡片？如果係嘅話，我想同你分享一件事。根據統計，全球每年印製超過1000億張紙卡片，喺呢個過程需要砍伐600萬棵樹，產生超過1.9億公斤嘅碳排放，同時仲要用到34億卡侖嘅水。最嚴重嘅係，超過90%嘅人收到紙卡片之後，會喺7日之內抌咗或者唔見咗。我想你試諗下，究竟一張小小嘅傳統紙卡片係咪真係帶到價值俾你同埋你嘅客戶呢？我哋 Soga 提供咗一個更加智能、更加環保嘅方案。我哋嘅 NFC 數字卡片，只需要交換卡片嘅時候，喺對方手機輕輕一拍，就可以將你嘅資料直接傳送到對方嘅電話入面，仲唔使裝 App。而且呢張卡仲係動態更新，即係話你喺卡片上邊改嘅資料，下一次你客戶打開，亦都可以即刻睇得到。除咗基本資料之外，你仲可以加埋影片、產品簡介、服務內容，甚至係360度 VR 虛擬導覽，簡直就好似喺張數字卡片入面放咗個迷你公司網站一樣。除咗實體卡片之外，你想再簡單啲，仲可以將你嘅 Soga 數字卡片儲存到 Apple Wallet 或者 Google Wallet 入面，隨時用 QR Code 分享聯絡方式，快捷又環保。轉用 Soga 除咗可以幫你日常嘅工作流程更加簡單之外，仲可以幫你公司實現 ESG 目標。例如一間1000人嘅公司，每年就可以減少砍伐150棵樹，真係做到㗎！依家就係時候將你嘅傳統人際網絡升級，令你嘅業務更 smart 嘅同時，仲可以為地球減少破壞。依家就即刻轉用 Soga 數字卡片啦！